講到咱現代人佇咧使用 AI 找答案的時陣，事實上是面對中國強勢中文語料庫競爭，咱就要避免台灣失去文化的話語權加自然控制。立法院在今仔日就舉辦一個談論會，討論這出版和內容創作要安怎正做訓練台灣主權 AI 的優質語料庫。有業者是認為講商業授權愛分互有路，就補助出版社處理出版品轉換做 AI 讀有的資料。也有工會團體是認為講愛徛佇內容工作者的角度，建立一套合理的立訊機制。全球對 AI 競爭的局勢，真濟國家也攏開始發展主權 AI。目前，賴政府提出 AI 新10大建設計劃，要投入440億。立法院19有邀請出版社來討論，看是毋是有機會，讓咱的出版內容正做訓練台灣主權 AI 的優質語料庫。有業者強調，內容是有價值的，商業授權愛分互有路，避免一界買斷，嘛着幫助出版社處理出版品轉換做 AI 讀有的資料。訓練的授權應該是一個層次。怎麼樣去計價這件事情？第二件 RAG 的授權，我覺得應該是第二層。第三個是 API 的授權。以後這件事情，它可能真的不是人在授權，而是機器跟機器之間自動授權的對接。我們不希望是一次性的收費。政府呢可以建立一個所謂出版 AI 的授權清算中心，有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是難以去做這些事情的。那可能在這個內容的授權上面會以大型的這個出版業者為主哦，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我覺得它對於台灣的文化內容的代表性就不夠。業者嘛有提醒講，真濟中國電子冊以簡體轉做繁體的方式入來台灣市場競爭，若準備做主權 AI，用當地法規甲補助攏要有限制。另外，媒體工會認為，愛徛佇內容工作者的角度，建立一套合理的分離順的機制。如果大家可以談好一個模式，一個授權，一個很細緻的一個可以確保讓所有的內容的知識的產製的勞工跟他經營者，就是各位，都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潤的話，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保障。那對我們來說，知識在取得或在產製的過程，它會因為 AI 的時代變得更加的珍貴。針對這項討論，各個會講願意用科技預算甲數法部同齊開發工具，讓出版內容通輕鬆轉做 AI 的語料庫。文化部是表示願意支持合理授權和利益回歸的機制，不過授權範圍和模式等等，要閣愛詳細討論。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